其實冇啊，就係覺得工程嘅前途比較多，咁亦都比較多出路，咁所以會選擇咗讀工程咁樣咯。對呢科都相對比較有興趣。最大嘅得着係學多咗唔同嘅嘢咯，即係例如因為我自己中學就好似冇讀過物理啦，咁所以接觸工程係需要讀物理啦，同埋我自己數學嘅底都比較差，所以又會要再讀更多係數學嘅知識，咁當係溫故知新咁樣咯，係啦，即係有學啲新嘅知識咯，係啦。即係除咗溫故知新之外，亦都係可以學啲新嘅知識，即係例如物理。係，如果冇讀過嘅話咁樣。困難方面就英文啦，因為始終基礎文憑都係用英文去讀啦，所以我自己英文都比較差，所以喺睇題目方面就需要記啲專業字眼咁樣咯。係啦，同埋一啲算式就都需要記得係計咩嘅題目咁樣，好容易有機會容易撈亂啊，或者搞錯咗嘅，係啦。有冇話有啲咩方法去克服佢，或者係睇多啲、記多啲、做多啲啦，都即係好簡單，其實冇乜特別話方法嘅。始終冇話太快嘅捷徑可以即刻熟晒所有英文，咁只可以記下啲專業字眼啊，一定係有啲字眼就會係知係計乜嘢數啊，或者用乜嘢算式去計咁樣咯。我而家嘅諗法係想升學住先嘅，始終我都想有個比較高嘅學歷先至可能會出嚟做嘢，不過仍然會選擇打下啲兼職咁樣咯。你升學嘅話都係會繼續係 Ivy 讀 High Diploma 嘅。係啦。有冇話係想投身邊一科？因為工程應該都分拆好多。我暫時嘅諗法係電子電腦工程嘅，係啦。因為當中就係一啲電腦嘢啦，咁我都有比較有興趣啦。同埋聽講係冇考試，英文咯，即係我覺得英文就係啲比較重要。始終我覺得喺而家大專啦或者叫大學啦，咁英文就係相對比較重要。我覺得一小許嘅英文啊，只要記得住一啲嘅專有名詞，其實都可以喺考試啊或者係一啲測驗都可以合格嘅，其實已經足夠。